來看這淡江大橋，昨是正式通車，不過通車的頭一天呢，警方就抓到17件的交通違規。因為今仔日受這轎車的司機無佇咧注意，3台車弄做伙。另外也發現講呢，民眾對邊仔進行道打到奧多擺道，甚至坐佇欄杆頂頭，也有民眾呢想要衝到車路去翕相。提醒咱的觀眾朋友，這攏是違法，而且是有非常危險的行為。因為講到這機車道有人嫌伊傷過下，護欄也攏無包起來。公路局已經解說正。介入，今個在開記者會，強調這個時間攏是照標準流程在做的。機車開去快車道，互警方查落來。大車有專用匝道，你們要走那個匝道。大貨車駕駛無行專用道，也被查落來處理。種種違規行為攏在淡江大橋通車第一天，警方處理17件，車禍閣是連續發生。通車第一天，轎車甲重機遇到13個駕駛技術分心，造成3車對撞。雖然原因還佫調查，不過淡江大橋開通了後，狀況是真濟。即使天空不作美，還是有不少旅客親自造訪淡江大橋，但想要在這裡留下美照，還是得遵守規定，包含行人跨越車道拍照，以及車輛半路臨停，都是危險的 NG 行為。檢出兩段違規是公路局特別提醒，因為冇民眾踏在欄杆，甚至想要衝過車道翕相，要讓會坐在機車道欄杆休困，也驚機車駕駛在較無車的時陣停在路肩落車，攏增加交通安全的風險。一座橋不單是美麗，最重要是安全。沒有安全，再美麗都沒有意義的。所以我們一定讓交通安全順暢。淡江大橋正式啟用，不過風波未少，為機車道跨度、護欄無保護甲橋梁相關的設施，攏被外界質疑有工程缺失。新北市長侯友宜強調安全的重要性，公路局進行一項大動作澄清，13個開記者會強調攏是照標準定數來施作。交通上面要去這個微調更細緻的這個部分的話，那這個目前我們跟這個新北市交通局這邊都互相在這個共同在觀察每天的一個車流。橋管中心裡面有配備這個26支的 CCTV 監測器，那可以長時的監控橋樑上面的狀況。其實政府應首創全台會議橋樑管理中心24點鐘監控動態，不過要讓淡江大橋更安全升級。公路局回應會觀察車流，閣甲新北市府檢討建商在交通後期管制等層面繼續調整改善。記者綜合報道。